钱若行啊多，我就缀啊多。哇！两卡一步踏，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。我去啊啦！哦，卡叔讲你最后一卡成功，你唔拿够1000块红包，哦，梦贤搁甲你抱一下，好不好？有成功就抱抱吼，嘿跳，加油加油嘿，加油，魔鬼，加油哦！哦，加油啊！哎。无贵啊，无贵。来，你老实讲，你是不是根本就无稀罕这1000块？你只是想要梦想甲你烂一个。对啊。哎呀，最后就过关了嘛。你做咩无遐早讲的？都怪我。我拢无遐早讲，拢袂过了。所以你尾也甲我讲这条件，我就甲拼落去啊。